观众朋友晚安，欢迎收看2月14公司第几台 AM 新闻，我是初心。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今日正月初三，高速公路双向的车辆上界多，国道5号车恐惊会对透早拖到半暝。好天气剩2天，气象局指出，初5暗时东北风增强，冷空气落南，初6起天就会变天。今日下晡，台北东区有一栋大楼火烧，警消人员疏开90多人，有5人受困，当中得救。今日是年节正月初三，国道双向的车辆上界多，新竹、苗栗、台中，还有彰化高速公路部分路段，一透早就逼车阵。南部这边，尤其国道5号，车恐惊会对透早拖到半暝。苏花界车流将个初三早时7点就出现，尤其是上北车道是行行停停，甲真顺的路南车道来比较，是完全无同的情形。即马行踏车，大家拢走啊，拢袂食物啊，你有看？行雪山踏车啊。所以挺早。当然啦，明仔后日大后日踏死。北上的量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，甚至到傍晚，是会比晚的一个比较大的量。北上量大概每小时现在大概800左右，那可能晚一点会冲破到900。往年初三拢是国道双向交通量上大一天，今年也同款，加上天气好，无论是规家出门行村去佚佗，也是准备上北返来工作，真侪车和国道真侪所在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。高公局有估，初三的车流会达到148万车公里，尤其是国道5号，若是对早时10点开始算，拖到半暝，恐惊拖15点钟。国5的话，在今天下午雪隧双向其实都有车多拥塞的情形。那北向的拥塞的话，预计会持续到今天的深夜结束。明天的话，国道拥塞是以北向为主，明天也是春节假期中北向交量最大的一天。那北部的话，大概就是新竹路段，然后国3的大溪龙潭路段，还有国5的宜兰平林路段。而西部国道塞车情形包含国1新竹到湖口、彰化到保盐系统、国3中和到龙潭这路段拢无好行，车时出现上北车流。除了南部以外，其他上北路段恐惊拢有塞车，提醒民众多多利用替代道路，也是慢一天初5才阁上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疫情，国家今仔日已经连续2天无增加新病例。不过，越南日前通报4站带病入境，其中1件就是来自咱台湾。指挥官陈时中判断，这站病例可能是假阳性。另外，无定是咱台湾有无镜头的患者。针对个案，指挥中心已经经过移民署的系统厘清状况当中。跟昨天一样，连续2天，不管是境外跟本土案例都没有。正月初三指挥中心报告好消息，这也是过109天连2天无境外境来个案。指挥官陈时中特别感谢伫防疫过程担任重要风险的集中检疫所。也毋过，越南13通报新增53例确诊病例，其中4例是境外移入，有1例是来自台湾。陈时中研判可能是伪阳性。伪阳性，那这也是一个可能。在集中检疫的时候，有人是确诊的，那当然其他人就陆陆续续的就感染了。那当然都有这样的可能性。那另外也不排除说台湾是不是有无症状的感染者到了境外被查出来。那我们的态度还是一样，我们都正面看待这个。那境外再被确认的，我们立刻就当作是一个台湾的本土案例，做相关的疫调。陈时中强调，为台湾出境到国外检出阳性的病例，指挥中心当作本土病例进行疫调。发言人庄仁祥进一步指出，指挥中心已经透过移民署系统将压中状况厘清了后，会向外界报告。39岁我国籍的女性搭这个西安783到胡志明市那根据报道，她是在2月11号第2次采检的时候阳性那这是昨天晚上的报道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一早也有跟越南的 HR 这边来了解。那目前因为越南也是在放农历年还没有回应。过去有3例为台湾入境越南了后检出阳性情形，庄仁祥表示，经过国内疫调采检，到目前为止无检出任何1个阳性。另外，国内部桃病院群聚事件目标采检3423人，3414人拢是阴性。有9位原底无愿意采检的人，沟通了后同意采检，伫血清采检部分是要有2个人等待采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来看高雄盐埕新乐市啊，甲做营的莲潭市啊，今年春节拢照常举办。不过因为游客疫伤过头济，地属高雄市府自初一开始连续3天的下晡，竟是这2大市啊实施交通管制。工作人员摕着风扇头，那顺势拿大声宣导挂吹暗，高雄盐埕新乐市集甲左营莲潭市集，今年春节如期举行。为了防疫，唔但禁止汽车民众也需要专程挂吹暗，也毋过也是有不少民众洗哩的无洗哩违规啊。有一些提供民众吃饭的地方没有遮蔽，当地的这个志工或者是我们稽查同仁这边特别去注意。那边走边吃的行为，一旦发现立刻制止。以昨天为例，大概一天我们统计总共有800多位，那这个部分呢，都立刻予以劝告，立刻予以改善。禁止汽车甲哪行哪食，和部分的摊商整理减少2至4成，也毋过非常时期，摊商也尽量防疫属先。还是有一点影响啊，跟往年的就差蛮多的，比较不方便吧，对啊。平常大家都是拿到就可以吃。可能现在都要拿着，可能要拿回去某个地方。虽然有真侪规定，也毋过2个季节游玩涌入大量游客，也和高市府为初一开始连3天下昼发布警讯，实施交通管制。如果说一下子进太多的话，你要逛街也不好逛，所以我们就只出不进，然后等这流量顺畅以后再进去。因为他们在逛完是从另外一个出口，14个出入口都可以进出，所以我们就是控管在每个入口。初3下昼起，高雄市区干道甲各大风景区商场顶拢出现大量人车潮。基丁头街、义台顶风景也是游乐区，行车时间拢久长1.1到1.25倍。高市交通局提醒民众到这寡热门景点，除了注意防疫，也爱注意交通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确实，今仔日南北日落拢是好天，袂少民众出外行村。毋过好天气剩2天，气象局指出，初5暗时东北风会增强，冷空气会落南，初6去港等白天。即阵冷空气拍算是真强哦，气温无定会降到10度以下。今年连假第5天啊，将个初3北部、东部地区有短暂顺雨，不过水汽继续减少，有一寡日头花啊，真侪民众把握机会到中正纪念堂去赏樱花。中南部天气稳定，真侪民众是规家出佚佗，苗栗满草莓甲赏樱花人是真多。那个不光是樱啊，那个可能晚上的时候，那个雨都还下得蛮大的。对，那终于北部这地方也有好天气。一般天气好就出来走一走，对，还可以。带小孩出来晒晒太阳、采草莓。不过好天气敢若剩2天，气象局指出，初5、16暗时东北季风增强，加冷空气南下，开工初6、17这天会变天，北部、东北部转做湿冷，中南部是暗时透早会更较凉一点嘛。开工之后这波冷空气，请大家注意，前期的湿冷，北台湾这边的高温降幅比较明显，北部、东北部这几个区域，白天高温就是大概是这种17度到19度为主。28到20是转做大冷，各地暗时到透早时阵受到辐射冷却影响，低温可能降到10度左右，离沿海空旷所在也会更较寒。18号、19号、20号的清晨都还算是蛮低温的时间点，有一些迹象是比较靠近这种大陆冷气团的趋势啊，就是确实是比这一波来的冷，那还在观察当中。气象局表示，这阵有无呈现这波冷空气的强度有大陆冷气团的可能，不过是不是可能更加强，也继续来观察，提醒民众爱穿好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上紧来关心世界，美国参议院伫昨针对前总统 Trump 牵涉煽动支持者暴力攻击国会这战，落去单票表决。总是出200席当中，57票赞成有罪，43票都无罪，无到单票通过的标准。Trump 确定无罪。This was the most bipartisan impeach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. It was the largest vote in the U.S. Senate ever to convict a president who's been impeached, and it was the most bipartisan conviction vote in the Senate that we've ever seen in a case of a presidential impeachment. Trump 正做美国史上第一位受国会单票2摆拢无罪定论的国家元首。表决结果出来了后 ，Trump 声明家己是上大规模的政治迫害的目标，嘛预告互美国搁再伟大运动特别开始。总统拜登表示，这战提醒人民，民主袂堪你攻击。大家国民拢有义务捍卫真相。话倒转来，咱台湾今日下晡1点外，台北市忠孝东路甲光复南路路口有一栋大楼火烧，警消人员疏开90多人，有5人受困，加载救出来，并无伤亡。
一开始因为民众的报案是在11楼，因为民众是从外侧看到是11楼有火势上来，那从外侧看到其实11楼是有火跟浓烟上去，那我们人员到了现场就立即进入到11楼、12楼，后续到支援单位也发现在6楼也有火势，所以同步在11楼、12楼及6楼部分人员都部署进入水线做整个抢救的作业。经过画面，会使看到大楼火烧，乌烟阵阵冲上天，1楼做这业者赶紧疏开民众。警消人员拍拼架火拍花了后，将5名受困的民众解救出来。这栋火烧的大楼是商业的用途是安怎的导火？目前又搁咧调查，因端等待厘清。讲政治，今日国民党主席江启臣、前总统马英九，搁有开互党籍的中共董事长赵少康，同齐去到庙寺拜拜行村。针对赵少康提出要选党主席，要拼2024年的总统局，才会牵连南亚内部的变动。三人敢若表示以团结为重。一共乡。下个初三，国民党前后任的主席马英九、江启臣，加进前恢复党籍的中共董事长赵少康，三人斗阵去拜拜，也翕相来留念。气氛看起来真欢乐。不过赵少康回归了后，要选党主席，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年总统，也积极参加拜庙行程，和国民党内部是强要抢棍。而江启臣加赵少康是不是现在党魁之间计较，两个人无直接回应，只是强调现阶段是以党内团结为重。不管最后这个谁是坐轿的我们所有其他的党员，我们就是负责抬轿。这个真的是泛蓝大团结，新年新气象。2016年跟2020年，国民党所以选输，就是因为不团结。所以2024年一定要团结，竞争大家君子之争嘛。面对党内人才，马英九是表示欢喜看到参加选举的精神，加这国民党成功的基础。大家都参与，我们有一套这个机制嘛。透过这个机制产生候选人，然后我们全党都支持他。马英九也指出，赵少康登来国民党，和大家拢加强有信心，希望会使鼓励更加多适龄的党员回归，和国民党更加有希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观众朋友，咱来看几站地方的消息。昨顶报中华有渔民发现一只海猪伫海岸跨沙死亡，经过确认，竟然是保育类的动物公猪。专家表示，公猪的跨沙可能甲渔业或者是环境这因素有牵连。海巡人员接到通报，赶紧前往处理。伫中华王宫沿岸新保守网哨北边发现这只死亡的鲸豚，用大巾仔包着，带到登去。海巡人员甲专家初步检判，这只鲸豚长大约150公分，判定是被列为保育类的公豚。因为已经明显死亡，由鲸豚协会带回，后续了解扩大死亡原因。本所立即派员前往协助，后续由中华鲸豚协会载回研析死因。鲸豚协会表示，鲸豚伫国内属于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，国际上也被划作易危的等级。分布伫基隆甲台南一个海峡大多数伫浅海活动，伫台湾海峡扩大的案例中，也是占不少的比例。发现的是鹿脊属海底亚种。江豚的生存的环境，基本上来说，它是40-50公尺水深的地方，也就是在台湾海峡有相当多适合它生存的环境，所以在台湾海峡本来江豚就蛮多的。在生活在长江的江豚，那绝对是濒危的。因为那个的数量非常少。贵上下指出，台湾发现的甲数量只存1000只左右的长江江豚，属于无共种类。不过，这类的鲸豚的族群确实是哪来哪少，除了本身的健康问题，渔业行为也是环境变异，拢可能是造成冲击的因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这阵啊，民众若去到台北市立动物园，有通看到新朋友普通熊，看起来高水，互人想要甲伊笑笑。不过，普通熊本地是巴西物种，因为走私入来到咱台湾，去互海关查到，也普通熊是保育类，才无甲伊杀杀。通过检验了后，交动物园来照顾。伫树仔顶爬来爬去的这两只耳边，阁有两撮白色的毛，因叫做普通熊。细细只身躯平均10几公分，尾流阁比身躯较长，是台北动物园新展出来甲民众见面的动物。
在普通榕，它原则上是生活在巴西东北方，那当然就是比较偏向像雨林里面的环境。那因为个体那么小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环境上的复杂度要很高。在这边我们怎么提供它比较复杂的一个环境，就是一种思考。本地是南美洲的生物，2天前走私入境，伫桃园机场，互海关查到，通报防检局，发现是保育类动物，才交予动物园的保育员来照顾。经过3个月养饲，即马才会当健康生甲这么大汉。很多大家不知道的，这种走私行为或者照养行为，没有经过正常管道，通常都有非常高的风险，夹带传染性疫病。确认这些都没有问题之后，其实在照顾的过程就是一个考验。其实走私外来物种，真侪是流入冲突市场。财政部关部署嘛讲，因为查到的普通榕是保育类动物，才有通送去动物园。一般若走私外来物种，若是互人掠到，拢会以人道的捕杀来处理。记者陈雅文、徐凯台北报道。过年中间，警察无法度放假，照常值班，有影是真辛苦。台南都有警察局甲警车改做送餐车，送水甲食食，为了当地的警察，互因是感觉足甘心。准备什么餐点？拉链扭起来，这个外送袋的造型甲知名外送平台真像，但真少看外送人员煞是一名员警。外送车嘛是警用的巡逻车，这是这几天伫台南路林出现的机警。但这名警察伊毋是伫检采外送。考量外勤严谨、长时间的执勤的辛劳啊，然后在原地又没办法获得水分跟补给品，所以我们就用改装的方式，然后由专人运送到现场提供给他们。过年期间，警察无休困，南市警二分局甲麻豆分局出奇招，把警车改成外送车，送水甲补给品慰劳基层员警。这个水特别的甜，为什么？有分局长官的爱心。特勤的警察看到前来送补给品的同事，面上写满感激。安尼由警察骑的外送车嘛，引起民众的注意。虽然很忙，可是他们还是会很帮助民众啊，很亲民，这样子就很亲民。多一份温暖，我是觉得非常贴心啊。对，那也辛苦他们，应该是不会，因为他们就是有着着警察的服装这样子。今年春节活动减少，不过各地行春踅街的人也是真多，各大路口拢会使看到警察伫指挥疏导交通。虽然特勤辛苦，但看到补给车远远啊骑过来，嘛互员警感觉心头真温暖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台南报道。来讲国际出名的景观艺术家王文志，伊出身嘉义梅山，王文志利用创作反映台湾社会。但嘉义管区专工整理伊这32档以来作品，出做一本册，就是望大家更加了解伊的理念。甲灶骹内底煮食的鼎摕来创作，正做古早君王祭祀的时阵用的鼎，表现君主甲民主的相对关系。阁有使用石头啊、树枝这的自然材料来表现环境议题的作品。出身嘉义县梅山乡水里的王文志，有介侪作品反映社会问题，是国际上出名的艺术家。伊一个上大的特色就是讲，山顶的人真淳朴的个性，用这在地这物件来创作，这是足好的代志。其实我觉得这本书，它记录了30几年来的那个我的整个创作，那里面有那个肖荣瑞老师，他写了一篇那个很记细民意的一个文章，还有菲利普那个法国的那个评论家哈，他也很详细的哈。然后写了一个那个文章，这样嘿。王文志伫2010年到2019年之间，多次受到国外邀请参加创作展览。嘉义县政府特别整理伊为1988年到2020年这32档所有的艺术创作，而且出版专册，让大家更加了解伊的创作理念。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国家他的创作，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在他的作品里面，不只是用眼睛看。也进到这个作品里面去跟作品互动，那我想这也就是王文志老师的创作的魅力了。除了嘉义县有王文志的作品，嘉义市一寡所在嘛，因为王文志的作品，正做民众观光翕相的景点。嘉义县政府就表示，王文志的作品当中有在地的精神，嘛有故乡的感情，希望未来伊会当继续创作，用艺术来展现嘉义，让全世界拢看会到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
观众朋友，咱来关心明仔载天气。北部地区上加13度，上悬24度；中部地区上加14度，上悬26度；南部地区上加15度，上悬27度；东部这边上加15度，上悬23度。外岛地区上加14度，上悬22度。咱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。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，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！我是吴昕，明仔载咱再会。